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合作，来到台南市德光中学举办媒体素养教学活动。当中除了媒体识读课程，更将一款媒体素养桌游标新立异带入校园，向学校老师做推广。今天的桌游主要是跟师大跟中嘉数位集团，台南的双子星。一起合作的桌游，然后我们来这边推广。然后它的桌游名字叫标新立异，主要是说，你可以透过下标题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新闻的资讯来做一些下标题，然后还有新闻查核的一个桌游这样子。那我们会透过下标题的过程来学习说，记者跟查核记者是怎么样来学习使用数位工具，还有资讯来做一些查核的事情的。高中端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教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哦。尤其是现在我们台湾其实面临到这些假讯息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比较这种怪怪的新闻，都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有这种高中啊、国中教育啊，甚至是有这种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大学教授、大学端来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作，而且是一个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机会。借由桌游互动，让老师们更好理解媒体素养，未来也能规划相关的课程，将正确的媒体素养观念带到课堂当中，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能力。其实这个桌游提供了很多的新闻的但是里面没有很多的讯息，那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 sense， 然后去判断但它也会有些提醒。那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去看到现在的媒体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这些状况其实我们每天的新闻、每天的报纸每天的网络上其实都会出现，所以那个对这些新闻的 sense，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学很好用的一个媒材。去年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就曾经合作推出假新闻查核以及媒体禁用权这2套桌游主题，更举办过世界咖啡馆、工作坊等等，为台湾推动媒体素养教育而努力，希望让社会大众藉由游戏能够真正学习到媒体素养。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